各位弟兄姊妹，播道會大家庭嘅一份子，願你們平安。好開心咁嚟到話俾你知道，第12屆亞洲播道會會議今年將會喺日本嚟到舉行，嚟自唔同國家同埋地區嘅弟兄姊妹會聚首一堂，包括有我哋香港、有新加坡、有馬來西亞、菲律賓同埋主辦國日本。今年嘅主題係以愛為橋，聯繫亞洲。頭先提及咁多個亞洲嘅國家咧嘅播道會，都係美國播道會佢哋嘅宣教士開始嘅工作，即係話我哋嘅信念、我哋嘅體制、我哋嘅工作方法咧，都同美國播道會係相似嘅。亞洲播道會嘅會議3個鐘頭內，其實我哋都已經去晒呢5個國家地區㗎啦。咁既然我哋係咁近，我哋可以有更多嘅彼此認識、彼此掛念，可以就係一齊同心去做神要我哋做嘅工作。感謝天父嘅心恩，帶領美國嘅播道會1884年成立，咁樣佢哋又好睇重基督嘅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使萬民做基督嘅門徒。佢哋發展嘅宣教工作咧，第一個就係中國播道會。為咗呢件事情，我哋好感謝天父，所以在播道會大家庭裏邊咧，香港或者中國嘅播道會，而家喺香港咧就係大家哥嚟嘅。我哋好希望嚟自唔同國家、地區背景嘅信徒群體，能夠可以聚首一堂，有美好嘅團契，亦都藉呢個機會文化交流之外，擴闊我哋對上帝嗰一個角度觀嘅視野。我相信新嘅一代比下一代更加要精彩嘅視野，要擴闊。所以我盼望透過呢一次鼓勵播道會嘅年青人都一齊去參加呢個亞洲播道會嘅會議，唔係只係純粹一啲好沉醉嘅會議，而係幫助我哋嘅異象、我哋嘅眼界可以被擴闊，我哋對福音嘅心能夠可以更加堅定，知道咧神真係愛所有嘅人。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喺呢個年代，其實我哋需要多溝通，以至能夠多建立。如果我哋冇彼此認識咧，交心咁樣咧，係互相嘅咧嚟到去砥礪同行嘅話咧，其實我哋點樣可以談得上咧？話我哋去作主嘅門徒，大家一齊互相守望扶持咧。咁對我嚟講咧，就開咗眼界，原來神嘅角度係咁大嘅，原來神俾我哋嘅使命咧係共同嘅，而且發現到咧咁多唔同嘅亞洲國家，我哋都有唔同嘅挑戰。咁大家一齊聚集嘅時候咧，就彼此交流。第啲國家佢哋突破嘅方法，會唔會成為我哋嘅參考咧？喺我哋今日呢個年代咧，其實我哋更加需要咧彼此結連啊！喺呢一個末世，亦都係非常混亂，喺真理上會好容易咧俾人咧係扭曲，甚至咧係會俾人騎劫咗一啲，將聖經嘅真理甚至咧歪曲咗嘅。我哋必須咧係每一個國家嘅播道會嘅領袖，大家係有默契，大家需要喺主裏面咧係有坦誠嘅溝通，以至咧我哋大家去明白有啲嘅事情咧係同絕對真理係有關係嘅，我哋必須要堅持。日本唔係只係一個去享受嘅地方，而係一個我哋可以用禱告去為佢哋守望，為日本嘅教會嚟到守望嘅一個地方。亞洲播道會呢個大家庭裏面咧，係啊，我哋係有唔同嘅文化呢一種嘅差異，但我哋可以彼此去尊重同埋擁抱嘅。宗派就係代表咗神喺歷史上邊好特別嘅作為。如果我哋播道會嘅執事、我哋嘅領袖、我哋嘅牧者能夠一齊嚟到擁抱亞播會議呢個群體，我就相信神嘅國度一定係被大大嘅連結同埋大大嘅可以擴張。去日本旅行就唔陌生啦，但係我哋去日本參加人哋嘅一啲嘅崇拜，或者住喺一個日本人嘅家庭屋企咧，我覺得呢啲係一般旅行團係 offer 唔到嘅，咁所以大家應該把握機會，快啲報名啦！凝聚亞洲播道會，豈止會議咁簡單？歡迎大家一齊嚟擁抱亞洲播道會。約定你，鼓勵你報名參加，到時見。